聽日係2025年11月30日，咁大家都知道近日香港發生咩事啦，我都唔想再講太多啦。不過呢，希望大家如果聽日贏咗呢，可以捐少少出去。咁唔好彩輸嘅話呢，咁馬會呢都會將聽日嘅收益捐出去嘅。咁我簡單呢就講第四場1200米嘅賽事啦。咁啊大熱門就係1號嘅大愛無疆。咁上次呢就係走勢自亂，咁轉彎嘅時候外閃呢頂埋潘頓嗰隻佐治傳奇出去嘅。咁最後兩隻馬呢就分別跑第一、第二啦。咁啊好多人之後就討論隻馬係咪超班太多呢？咁但係其實呢一場馬呢，所有其他馬再出呢，全部都輸晒。咁隻佐治傳奇呢，最多都係跑第四，咁輸3個幾馬位呢係毫無威脅嘅。咁呢一場賽事嘅質素呢，我就有少少質疑啦。咁睇翻呢個預測嘅完成時間表入邊呢，出過賽嘅馬匹呢，呢度呢係冇一隻好過4班嘅標準時間嘅。咁我哋可以呢就睇睇試下新馬嗰隻機械之星啦。咁呢一隻馬呢，最近兩課試習呢都係後上跑第二嘅。咁最近一課呢，就係僅僅輸俾隻鬥智波啦。咁鬥智波呢隻馬呢，11月中季內初出呢，都係贏咗4班1400米嘅賽事嘅。咁我哋淨係睇下呢個試習呢，隻馬入到直路嘅時候呢，俾咗少少提示呢，咁末段呢已經俾到唔錯嘅加速力嘅。過埋終點之後呢，都係仲有啲餘勁嘅。咁呢兩課習呢，都係周俊樂親自上從化試嘅。咁今次都係配翻佢啦。咁再加埋斯蘭嗰個二檔呢，暫時有16倍 win 3.5倍嘅 pace 呢，我會俾個機會試下。